好，咁我哋做呢條。好，呢條咧system inequality，咁咧做就唔難做嘅。咁我因為有 program 啦，可以直接揾到佢哋嘅intersection point。好啦，咁我哋俾啲名先，第一條式、第二條式同第三條式。好，第一同第二條式，第一同第二條式，我哋咧撳機咯喎，咁就1啦、0、11，跟住就4、5、19。咁我哋仲揾到11啦，同埋另外一個數字，我哋代落去就得啦。9、44除負，咁啊等於之後就係負5啦。好啦，我哋有呢組答案之後，我哋未做完嘅，我哋將呢一組答案代去第三條式度。點解要代去第三條式度呢？因為呢一個答案只係符合咗第一條式嘅啫，第一同第二條式嘅啫，第三條式唔知符唔符合嘅。咁我哋代落去計嘅時候咧，7乘11減6乘負5再加11，咁咧我哋會計到咩咧？計到118，但係118咧，佢唔係細於0，唔係嘅，呢個唔啱嘅，所以呢組答案應該唔係符合，唔係喺我哋個 D 呢個範圍入邊嘅。好，代2同3啦。2同3咧，我哋撳機啦 ，program， 跟住就4、5、19、7、負6、負11，咁咧就係1啦，同埋3。咁我將呢一個抬翻落去第一條式嗰度 ，x 細過11係咪啊？啱嘅，因為啱啦，所以我哋可以代落呢條式度揾到喎。8乘1減6乘3加11，所以答案就係1。係啦，答案就係1。好，跟住我哋做1同埋3呢條式啦。咁咧 x 係11啦，我哋將11代落去 x 嘅位置，咁啊負11減7乘11，跟住除負6，所以咧就會揾到個數就係44/3。好啦，我哋將呢一件事代落去第二條式度，睇下佢 satisfy 唔 satisfy 咯喎。4乘11加5乘44/3減19，好，咁佢就會等於98又1/3。咁呢個係大於0嘅，咁所以呢組答案係 work 嘅。跟住我再代翻落呢度，11乘8減6乘44/3加11，咁計到答案出嚟咧就係11，所以咧答案就係 B 啦。